陛下，鄙国听闻贵国有一位容貌倾城的女子，心中十分向往，小王可否求娶这位女子作为正妃？不知王子说的是哪位女子？这位女子姓石，善诗词作画，号称大业第一才女。承蒙王子的错爱，只是在下的孙女儿乃是蒲柳之子，配不上王子。哎，石相，这不像是你说的话呀！石家孙女才貌出众，满朝皆知，你就不用这么谦虚了。今日乃皇上万寿之日，要是皇上同臣以为意了，当专心，岂不等于发配边疆了？儿女私情啊！无妨无妨，若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，也算朕的功德呀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石小姐，请嫁给我。王子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认错人？本郡主明班画，你要找的石飞仙啊，在那儿呢。可明明是你比较美啊！莫非这大业第一才女，不是大业第一美人的文言称谓？大业真乃天朝上国，连审美都如此不同。看来我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呀。在下斗胆，改而求娶班郡主。这个，因为她才是在下心中第一美人。听说了吗？什么？阿克奇当着皇上的面求娶班郡主？真的假的？什么意思啊？不要石飞仙吗？那这样的话，石飞仙可太丢脸了。可不是嘛！可是出大事了！哎，出啥大事了？大爷第一闺女换人了！换人了！对，第一手消息，石飞仙排位下殿，班画逆袭而上。听我的！班郡主名扬海外，享誉四方，就要到御班当王子妃了！陛下，此游戏乃在下设计，名曰刺激猎场，最适于大鱼大肉宴饮之后下气消食，活络舒筋，更适于大家共同竞技，相互交流。本次竞赛以交流为主，是以我方大业派出一队，友邦友人组成一队。陛下，我方尚缺一人啊。这有何难？阿克奇王子，我在场的大业男儿，你可任选一位。谢陛下。我选班郡主。切，没想到就连这友邦之人也不把你当女人看待。郡主果然身手不凡，本王子没有看错。没问题。花花，你虽是大业郡主，但既然阿克奇王子选了你，你自当全力相助，不可对大业队手下留情哦。遵旨。王子，你可别会错意啊，这是皇上旨意，本郡主不得不从。郡主性情爽直，本王子甚喜。